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Jam，歡迎登錄我嘅星球。今日同大家分享2026年3月份嘅宇宙信息。3月有2個特別嘅日子，提提大家。第一個係3月3號嘅元宵節，今年同時會出現月食同血月。第二個就係3月5號嘅天赦日，當日亦都係驚蟄。先講下3月3號嘅元宵節加血月月食。元宵節象徵陽氣回升、圓滿團聚，帶住亮、圓、合、升嘅能量，亦係農曆新年之後第一次滿月，能量通常會放大到接近高峰。但係今年嘅元宵節遇上血月月食，紅月食象徵陰氣增強、變動同埋不穩定，帶住暗、變、散、止嘅能量，所以兩者有明顯嘅陰陽衝突。氣場容易失衡，正面或者負面嘅情緒都會放大，人會變得容易暴躁、敏感、浮動，容易諗太多嘢。另外咧，舊問題、舊人事物可能會突然浮現，影響睡眠同專注力。所以第一，唔建議睇太多血月嘅圖片，亦都唔建議直視月食，避免視覺刺激令影響被放大。第二，舊能量好容易重新浮面，令人容易沉入過去。面對呢啲浮現嘅記憶或者人事物，無需要急住分好壞，只需要睇清、整理，然後放下。呢段時間特別容易結束一啲關係、習慣或者舊模式。所以如果大家有任何想做嘅小改變，可以趁今次呢個機會，會特別有效。不過就唔好急住做重大嘅決定，尤其係人生方向、感情、工作上嘅重大選擇。呢段時間最適合嘅係去舊迎新，慢慢揾返自己真正想走嘅方向，專注活在當下。喺影片嘅最後會出現一個圖像，可以協助大家喺今次嘅月食期間清理同穩定情緒，只需要靜心觀看，直至到影片完結就可以啦。跟住落嚟就係講3月5號天赦日兼驚蟄。Jam過往都有講過，天赦日係玉皇大帝赦免萬罪嘅日子，最適合懺悔、茹素同祈福。今次嘅天赦日係農曆新年後第一個天赦日，屬於大吉祥日。同日亦都係驚蟄，象徵冬眠嘅蟲俾雷聲驚醒，春天正式接棒。傳統上係不宜分假，重大嘅洽商、談判、簽合同，亦都要留意身心過敏嘅情況。驚蟄有個傳統就係去打小人啦，但係如果帶住怨念或者特定嘅目標去做，其實係非常唔建議。你可能覺得而家人哋對你有虧欠，咪去打佢咯，咁樣係發洩一時怨恨嘅情緒，而事情本質冇被處理。從因果角度去考慮，呢個舉動就會種下下一個果啦。再諗深一層，人應該存善念而非怨念，所以最終受損嘅都係自己。當我哋明白眼前嘅果係源於更早嘅因，先提一提，因未必係今生嘅，亦都未必係我哋目前能夠所知所見嘅。咁我哋真正能夠改變嘅係此刻自己種緊嘅因。成日都有人話冤家宜解不宜結，與其選福德，不如聚焦自己，培養更好嘅因，而唔係盯住別人帶俾我哋嘅果。至於人哋有負於我哋嘅不是，就係由佢自己去承擔返自己嘅因果。天理係會循環嘅。天赦日既然係上天赦免眾生嘅日子，如果我哋心生怨念，福德受損會加倍，反而削弱咗自己嘅福氣。所以3月5號，大家就把握機會向上天祈求赦免，同時專注自己身心靈嘅學習同修行，做個更好嘅自己。願大家喺呢2個重要嘅日子裏面，都能夠更清楚自己嘅人生方向，放下唔再屬於你嘅能量。誠邀大家訂閱、讚好、留言、分享，撳埋個鐘仔，以獲取最新資訊。跟住落嚟會播放清理同穩定情緒嘅圖片，希望幫到大家。我哋下次再見。